其實就喺星期日嘅時候咧，美國政府就同佢哋個 Congress 啦，即係眾議會啦，就開咗個緊急會議，就大家投票係唔係應該要即刻開返政府服務咧？因為已經係去到30日至39日啦，sorry，39至40日啦，政府服務暫停咗。咁我去到呢個 prediction market 睇睇啦，呢個網站可能大家都有接觸過。其實佢係一個叫預測嘅市場啦，即係直譯嗰個名就叫預測市場啦。而家呢一刻咧，啲人估緊咧個美國政府停工會停到幾時咧？大家個揣測都係11月14號，即係講緊今個星期五啊。呢個又係好得意嘅，咁就叫做開咗3個盤啦。11月8號至11月11號開翻，咁就個機率2%。12至15號開翻就86%。如果要16號之後先開翻咧，就12%。咁其實佢落盤係點樣落法嘅咧？佢呢個玩法咧係而家最熱嘅答案咧係86%，12至15號之間會開翻嘅。咁咧，所以佢哋叫做每一注咧就係1蚊。咁如果佢86%，你買佢 yes 會發生嘅話咧，你就要俾87仙，即係 which is 8毫7啦，就去買呢一注。咁然後如果你中嘅話咧，咁同你對盤嗰個用戶咧就會輸咗13仙啦。咁即係你用87仙去搏13仙，所以而家個機率就覺得係好高，咁但係都唔一定係一定會發生啦。咁所以都會有對家咧，就係去落注話，我用15仙去搏86仙，好似個值博率仲高好多喎。係啦，anyway，即係呢個係純粹分享一下呢個 Poly Market 嘅玩法啫。咁Poly Market 好多時佢哋嘅預測咧都非常之準啦。由24年美國大選嗰陣時開始興起啦，嗰陣時大概每日有30萬個活躍用戶啊。咁就算睇我哋而家呢一個 government shutdown 呢一件事咧，其實佢哋個叫做落 bid 嗰個金額咧都去到2400萬美金講緊。所以佢好大嘅市場啦，佢合唔合法一回事啦。佢哋個註冊地區咧喺摩洛哥嘅，咁就算喺美國咧，應該都未有呢個叫做網上呢啲預測市場嘅發牌制度咯。咁就睇到呢度先，大家對個政府重開嗰個預期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利好嘅消息啦。因為我哋睇翻呢一個叫做 TGA，即係Treasury General Account。咁喺佢8月嘅時候咧，佢哋個即係叫做個銀行戶口啊，政府可以攞嚟做開支嘅銀行戶口咧，個結餘跌到落去304個 billion。然後喺呢4-5個月之間咧，佢哋咧就泵翻錢入去啦，去到950個 billion，即係講緊差唔多去到1T 啊，差唔多1兆美金啊。咁其實佢標翻呢個結餘係攞嚟做咩嘅咧？就係去支持翻佢哋政府嘅開支啦，政府啲人出糧啦，一啲社會福利啦，同埋一啲佢哋國債嘅利息支出啊。
咁正正就係因為呢個政府部門停緊工咧，佢哋就冇辦法可以過到數。咁喺 X 上面啲大臣都喺度講緊話，其實呢個係今呢半年crypto 佢有一個技術性調整期嘅一個主要原因啦，就係因為政府 hold 住晒啲錢未放翻出市場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個路線圖咧就係觀望緊美國政府幾時重開啦，重開咗之後佢哋就會使呢一嚿錢啦，使呢嚿錢將啲錢擺翻出市場嘅時候咧，咁就希望個市場流動資金熱錢多咗咧，就開始會湧翻入去我哋呢啲高風險投資產品上面啦。然後我哋又順便望一望啦。呢個咧就係美國聯儲局個資產負債表啦。咁到今個禮拜 update 咧，其實都未見到佢真係開始買翻資產嘅，都仲係喺度deplete 緊，喺度賣緊啲資產出去嘅市場，即係變相就係喺個市場度收翻啲流動資金翻嚟嘅。咁美國財長都已經講咗啦，12月1號咧，佢哋呢個行動咧就會結束啦，即係正正就係代表 QT 嘅時代咧要完結啦。咁我哋之前都睇過呢個資產負債表同比特幣同埋其他細幣嘅價值嘅關係啦。今日都暫時未再開俾大家睇。不過去到12月嘅時候，我相信會有個 update 可以再俾翻大家。因為大家睇到，如果當聯儲局向個市場買翻資產嘅時候，放翻啲流動資金出嚟，佢哋嘅動作係可以好快嘅。雖然呢度係講緊當時2020年嘅疫情關係啦，佢哋需要掉呢個大量資金出去市場去叫做撐住個經濟啦，撐住人民嘅基本生活需要啦。咁今次佢哋個部分會去得咁急咧，定係會可能攤開幾個月至一年咁開始慢慢飆翻佢哋嘅資產負債咧？咁我哋就要繼續關注呢件事啦。之後再延伸到落去就係12月嗰一期嘅聯儲局開會，又會唔會減息咧？咁暫時嚟講咧，都仲有64%嘅機率咧，係講緊係會減0.25厘嘅。但係減0.5厘咧，就未有呢個機率出現啦。但係如果話唔減息嘅機率咧，都大概有36%。咁呢樣嘢又好受嗰通脹數據啦、失業數據影響啦。咁我哋希望如果今個月之內咧，喺甚至乎喺月中嘅時候，政府部門可以開翻工，統計局可以出翻數據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喺預計呢個11月14號就會出呢個Core PPI，即係製造業生產物價指數數據，大概咁上下嘅意思啦。呢啲數據出翻嚟嘅時候，就會直接影響到聯儲局對減唔減息嘅決定啦。因為佢都係成日講緊有要完成兩個任務，一就係保就業，二就係抗通脹。咁佢哋有嘅工具入面咧，就係減息同唔減息，同埋佢哋嘅資產負債表咧，佢哋係賣資產定係買資產？咁講嚟講去都係呢四樣嘢嘅啫。係啦，咁俾咗個 background 大家呢一個月我哋應該要注意啲乜嘢啦？咁又睇翻比特幣嘅價錢，同埋好似我個 title 咁講，究竟而家啱啱叫做離開咗危險期，喺呢個50週移動平均線嗰度彈翻上去，咁之後又會發生啲咩事咧？係啊，
我哋睇到上一個星期嘅禮拜尾嘅星期日結算日咧，係個收市價係104650，就差唔多係彈翻上呢條移動平均線上多1000蚊左右嘅。咁我呢一個格咧，就係、正正就係FIB 嘅0.618啦，104.6K 啦嘅一個支撐位。咁正正就喺今個禮拜就喺呢一點嗰度開市啦。咁我哋見到其實由琴日凌晨到而家嚟講咧，一直都係睇翻一個鐘頭嘅圖，一直都係升緊嘅。但係去到106500嗰度咧，就有個阻力位啦。呢個阻力位咧，即係成一個 rejection 咧，就係一條好大嘅大陰燭咧，將個價錢拱翻落嚟104600蚊，即係大概係12個鐘頭之前嗰個價錢咯。咁不過我哋最近呢幾個鐘咧，個價錢都開始上翻去，即係代表個市場有承接啦，可以吸收到呢啲嘅買盤壓力啊。咁短期個目標咧就係、比特幣可以回復翻去大概108至110呢啲價錢嘅水平啦。因為如果你睇日圖嘅話咧，其實正正就係上一個禮拜一呢條陰燭跌落嚟，跌咗3點，差唔多4%，然後第二日再跌多7%，係啦。咁其實我哋仲未可以恢復到呢一條陰燭，咁所以我哋嗰個 target 咧，個目標價咧，第一口就會係106.5咯，就係首先 recover 咗呢一日嘅跌跌幅先，然後第二個 target 咧就係恢復埋呢一個11月2號呢條大陰燭嘅呢個跌幅啦，咁就可以去翻跌之前嗰個水平啦。咁然後我哋就一步一步嚟睇啦，睇下個市場個發展係點樣啦。呢度 target 1、target 2，然後第三個目標價咧就已經係會去到116000呢一個位啦。咁116000咧，其實就10月12號嘅時候到10月尾咧，都係大概喺呢個區間嗰度上落嘅。所以個時間喺呢度停留得越耐咧，就證明呢度其實係大家持貨個位咯。咁所以個阻力咧，應該就一過咗3條1之後咧，應該就即刻係穿到去116㗎。咁但係呢個116呢個阻力位又係要啲時間去消化啦。所以可以講話比特幣脫離咗危險期，但係佢要重返去歷史高咧，應該都仲需要一段時間。咁至少呢一個禮拜啦，大家都已經超前部署咗話，政府部門要開翻啦，啲錢會浮翻出市場啦，佢哋已經開始部署啦。但係件事係咪咁順利咁快發生到咧？其實往往都係未必嘅，尤其是而家美國總統啦，佢彈出彈入啦，有時又做下啲小動作啦，突然間又話咩要個國會即刻投票，咁然後國會投咗票之後，
又話即刻可以開得返，但係而家仲係叫做需要等多幾日，預計係14號啦。咁你再睇一睇 X 上面有咩主要 KOL 有咩講？好，呢個係今日較早前喺 On-Chain Data 嗰度有睇到 IBIT 啦、BlackRock 黑石呢個 ETF 機構咧，就又過咗1200幾粒比特幣去 Coinbase 嘅。咁 Coinbase 其實係佢哋美國上市公司嘅一個加密貨幣嘅交易所啦。咁佢亦都有做呢個託管服務啦。咁我諗有十間嘅 ETF provider 都係用 Coinbase 去做託管嘅。咁當呢個 ETF 機構咧過翻啲幣落去 Coinbase 嘅時候咧，咁有90%嘅機會咧，佢哋都係諗住要去賣貨噶啦。咁如果講緊12粒成10萬蚊，咁可能即係120個 million，即係1億2000萬美金價值嘅比特幣。咁我哋又睇翻啦，其實上個禮拜五咧，IBIT 先啱啱賣咗1億3000萬。咁如果佢哋再入多1億2000萬咧，可能就會成為11月10號星期一開市嘅沽售壓力咯，係咯。咁實質佢操作咗未，買咗盤未咧？我哋就未可以實時咁睇到嘅。咁但係聽日當呢個表 reflect 出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睇到琴日嘅出金量有幾多啦。不過而家照形勢咁睇咧，呢啲億幾嘅沽售壓力咧，其實個市場都仲係承接到，因為你睇到就算喺106500蚊美國開市啦，而家都係跌咗1000蚊左右，所以而家呢啲 ETF 呢啲數量嘅出金咧，其實未必影響到比特幣個市場好多咯。但係如果當個市場真係喺跌市嘅時候，俾佢踩多腳嘅話，可能個會有少少 impact 啦。但係照今日嚟睇咧，就未係好大壓力。不過另一邊廂咧 strategy 即係之前講過嘅 DEX 啊，佢哋反而又再增持比特幣。上次都同大家睇過，佢哋有樣嘢叫 MNEF 嘅嘢啦，即係佢哋嘅公司股價啦，同埋佢哋個資產淨值啦，成唔成正比啦？咁應該佢哋就係開始大過1啦，咁變咗佢哋又有新嘅資金可以去再持貨。咁今次就買咗487粒比特幣啦，大概5000萬美金。今次嘅入價咧就係102500啊。咁入完呢400幾粒之後，佢哋嘅平均價就喺74000蚊左右，已經係 hold 緊641692粒比特幣。咁佢哋就係地球上 hold 得最多嘅美國上市公司即公司嘅 entity 嘅機構咧嚟㗎啦。係。咁大家成日都話好擔心，其實佢係咪過度槓桿咧？會唔會爆煲咧？我諗係有少少機會嘅，但係以佢哋嗰種發行3年期兌換券嘅方式嚟講咧，佢同市場攞錢俾張兌換券佢。而家我哋strategy 嘅股價可能係200幾蚊，
然後你攞住呢張兌換券咧，喺3年之後咧，我就保底你可以兌換翻咁上下咁嘅錢啦，可能有幾個 percent 回報。所以佢哋係有充裕嘅時間咧，去俾佢哋叫做即係就算個價錢跌嘅時候，可能可以再債務重組啦，可以再繼續借更加多嘅錢啦。同埋上一個 cycle 尾2022年嘅大熊市咧，佢哋都係冇爆到煲嘅，即係證明佢哋嗰個財政係可以支持到佢哋去 hold 咁多粒比特幣喺佢哋個資產負債表嗰度啦。雖然呢個5000萬咧就抵消唔到啱啱IBIT 個 ETF 個賣盤啦，但係都叫做對嗰個市場氣氛嚟講係有啲幫助嘅，即係至少有呢啲超級大戶喺度繼續增持啊，一粒都未買過。之後我哋睇到白宮呢條 X 嘅 post 咧，佢係講緊美國總統啦，又有新招數出啦，就話佢會用喺貿易戰關稅嗰度收翻嚟嘅錢咧，去開支票，每人收$2000。咁就係主要係俾啲低至中收入嘅美國公民啦，然後再剩翻啲錢嘅話咧，就會攞去幫個國債嗰度還債㗎啦。咁如果大家聽到呢個消息咧，又覺得超級利好消息啦，因為我哋睇翻上一個 cycle，當禁足令嗰陣時啦，同埋嗰個叫做即係總之係 Covid 嗰個時候啦。咁美國政府咧，其實係試過一人派$6000嘅。咁個時候咧，大概都係喺啲8、9、10月2020年呢啲位嘅，因為呢一個叫 Covid Crash 呢條針啊，大家好容易記得㗎，好容易睇到啊。呢一條柱加呢條針插落去咧，係大家覺得話係萬劫不復嘅地步咧。因為當其時你睇到個價錢係比特幣差唔多10000蚊咧，喺1個月之內咧，因為呢嗰個疫情爆發咧，係跌到落去唔夠4000蚊。開大少少俾大家睇。係啦，1、2、3、4喺4個星期，比特幣係跌咗64%，係一件非常之誇張嘅事情啦。喺呢個按百分比嚟睇，因為佢唔係從一個牛市嘅泡沫高位去插落嚟，係一個呢個叫做比特幣4年減產嗰一年，其實呢一年就係相對係個價錢係應該有增長嘅。比特幣4年一個週期啦，佢減產嗰一年就係2020年啦，咁叫做嗰個 cycle 嘅第3年，係啦，第3年。咁然後再講話減產之後嗰一年咧，就即係我哋而家呢一年25年，或者係上一個 cycle 嘅21年，咁就係個牛市最尾一年啦。然後過完呢一年咧，之後就26年，即係上一個 cycle 就22年咧，就係去到熊市嘅調整啦。咁然後佢哋叫做 pre-halving year 啦，即係減產之前嗰一年咧，就係第2年。咁嗰一年咧就係講嗰啲價錢開始復甦咯。咁所以如果講2020年咧，其實佢減產嗰一年嚟講咧，係唔會見到有呢啲60幾個%。
但係咁當其時係大家非常之恐慌啦，對一個未知嘅因素，仲要係大規模全球嗰種爆發。咁當其時如果係啲投資者咁叻仔嘅話，去入咗市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就攞咗一個差唔多15倍嘅回報啊！去到嗰個 cycle 尾嘅時候，係啦。咁我哋翻嚟睇翻喺我仲唔記得係幾時真係嗰啲6000蚊支票係 hit account 嘅，但係嗰陣時美國係每人派6000蚊咧，令到個市咧係咁樣去升。喺 X 上面成日都講個 banana 鬆啦，就係即係好似一條香蕉咁嘅形狀嘅一條嘅一個圖啦。喺呢度就可以體現到啦，係升咗差唔多10倍咯。去到21年嘅4月，咁呢個 cycle 嘅第一個頂啦，上一個 cycle 第一個頂。咁然後到嗰陣時應該已經係特朗普落台啦，去到呢個拜登政府啦，開始講話要加息啦，開始抗通脹、打通脹嘅時候啦。咁一直喺4月到9月係一個好大嘅調整期嚟嘅。雖然最後喺21年嘅11月咧，個牛市都有一波反彈，但係我哋事後咁睇就好明顯啦，係一個雙頂啦。去到第二個頂嘅時候就冇啦，開始跌翻落嚟啦。咁就又去到一個新嘅 cycle，一個熊市嘅出現啦。喺個頂嗰度69000跌到去15000左右，大概78% 嘅 correction 係講緊比特幣。咁我哋又翻嚟講翻我哋今日個 topic 啦。比特幣每一次掂到佢個50週移動平均線嗰個價錢，嗰一個禮拜之後，個事態發展會變成點樣咧？因為我呢度都 mark 咗俾大家睇，其實喺21年嘅 cycle，佢係叫做嗰一年嘅叫做一個 mid cycle correction 啦，即係個 cycle 行到一半，突然間 drop 咗落去之後，再彈翻上去。咁當其時21年6月咧，就掂過呢條50週平均線一次嘅。咁然後當然第二個禮拜彈翻上去啦，但係第三、第四個禮拜咧，竟然係大家仔細啲睇啊，係跌翻落去嘅，即係叫做第一個 step，佢係掂到呢條移動平均線彈翻上去，大家覺得有支撐。然後第二個禮拜咧開始再上，但係第三個禮拜冇乜利好消息啊，去支持嗰個價錢繼續上嘅時候咧，其實連續跌咗2個禮拜。咁喺21年7月呢一個星期，算唔算係收市價低於50週平均線咧？咁我諗係好近咯。算唔算真係收市價低於咧？應該差唔多啦。不過都唔使太斟酌佢係咪真係低於定唔低於。但係我哋見到其實係叫做掂咗呢條線一次、兩次。第一次之後過3個禮拜掂多一次之後，先係見到真正嘅反彈。即係變咗當其時係6月21號掂咗一次，7月12號掂多一次，3個禮拜之後，然後第4個禮拜先至真正係嗰個牛市嘅反彈。
咁嗰個牛市反彈咧，就俾咗大家一個131% 嘅回報啦。當其時係3萬蚊升到上去69000蚊，咁就1年後再見啦。咁然後我哋睇再近期啲嘅一個50週移動平均線接觸位。我覺得23年呢個咧係可以唔使睇嘅，因為佢啱啱先升穿呢條平均線，然後喺23年9月咧其實都冇掂到。咁如果可以睇咧，應該就睇24年呢一次啦，因為佢係喺24年3月比特幣創新高73000蚊，用咗成8個月時間先走出呢個橫向雙形區間。咁但係佢走出呢個雙之前咧，其實佢喺8月嘅時候，即係3月到8月第5個月嘅時候咧，有一個禮拜咧，佢係 hold 唔住呢個50週移動平均線。雖然佢係一支針插咗落嚟彈翻上去，但係佢叫做一個第一個接觸點咯，first touch 咯。然後亦都係1個禮拜、2個禮拜、3個禮拜，第4個禮拜再掂多一次，先至真係反彈嘅。咁24年咧就係9月2號嗰個星期啦，再掂呢一次移動平均線啦。當其時個價錢係53000蚊，係啦。咁8月5號呢個大家都記憶猶新啦，就係嗰個日本 yen 加息嗰個恐慌性拋售咯。佢哋個學名叫做 cash and carry trade 啊嘛，係講緊好多其實歐美嘅投資者喺日本用零息嘅成本去借日本 yen 之後換翻歐元，換翻歐元之後再換翻美金，再投資美國嘅股票啊、crypto 啊各樣啦。咁當其時有一間叫 Jump 嘅日本公司啦，佢哋都係投資 crypto 嘅一個大型機構啦。喺當其時就係呢個8月5號咧，日本宣布加息0.25厘嘅時候咧，佢就宣布退出幣圈啦。咁雖然之後佢都係繼續有營運嘅，但係大家都冇 follow up 嗰件事啊。不過當其時就引起各界好大嘅迴響咯。呢個其實7月尾嗰陣時已經醖釀緊話會有咁嘅情況，有機會發生。所以我哋睇到嗰陣時喺個頂跌到落嚟底咧，其實都係好誇張，係所以拉多咗少少。7月29號到8月5號嗰個星期，比特幣係調整咗大概28.8%。即係如果講緊開3倍槓桿嘅你，啱啱避得過啫。因為大家要記得，你喺交易所度開槓桿嘅話，佢要留5% 嘅buffer去幫你清算嘅。所以個價錢差唔多去到你個強制平倉價大概50% 嘅時候咧，佢已經 send email 提示你㗎啦，喂，補倉咯喎。咁當然你可以選擇去斬倉啦，take 咗 loss 啦，即係輸少當贏啦。咁但係如果當其時有補倉嘅人咧，應該就逃過呢一劫，之後就冇再出現過49000蚊呢啲價啦。咁如果當其時真係 keep 住咗呢個倉咧，咁就喺4個月之內咧，去到10月個頂咧，都冇被清算嘅機會啦。所以而家成日就係諗住捉一個低位咧，就諗住開一個 position 啦，即係槓桿唔好，唔槓桿又好，咁你都係希望可以平均價買入啦。
近住個低位觸底反彈嘅時候開始撈貨啦，然後去等個牛市最後一腳出現啦，咁然後到時就應該要賣咗大部分手上嘅資產啦，然後攞住啲現金咧，再等佢下一輪跌市咧，先至開始考慮翻入翻市。係，咁呢個一般性嚟講係咁樣玩咯。咁講翻呢度掂咗一次，掂咗第二次，其實呢度相隔咗成4個星期之後先可以再升。之後再講最近呢一次啦，最近呢一次就係25年4月啦。25年3月31號呢一條柱咧，其實係啱啱掂唔到。如果我哋開翻嗰條移動平均線咧，應該就係叫做77000啦，77000呢個價錢。咁我哋又睇翻個每一日嘅圖先。3月3月4月係咯。其實都係叫做77000蚊，77000蚊。咁樣睇咧，應該就係得一日咧，真係收市價低於77000嘅啫。然後第二日已經係開始彈翻上嚟。好，係啦，3月4月。咁到咗我哋今次啦，啱啱呢個星期掂咗呢條移動平均線彈翻上嚟，然後就好似就係呢一個現象咁樣啦。喺個支針底嗰度彈咗9%，我哋而家喺支針個最低個位嗰度彈咗7%，所以而家我睇到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就係好似21年同埋20年嘅時候啦，其實我哋係需要掂2次先開始反彈嘅。但係如果睇最近期25年3月呢一次咧，我哋其實掂1次已經反彈啦。但係24年8月9月當其時嚟，咁你可以講話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 Black Swan event 啦，係一個非常之恐慌性嘅消息出現咗，就係嗰個日本 yen 加息嗰件事啦，令到個市場仲未有信心再去冒險住，所以就算兩個星期彈翻上去咧，其實都喺之後嗰2個星期回吐全部嘔翻晒出嚟。咁但係當件事真係過咗啦，雨過天晴啦，就真係開始上啦。所以我哋要配合翻一啲宏觀經濟數據或者新聞咧，去加入去我哋嘅考量當中咯。當其時有一個超級大新聞出現咗，令到個價錢要掂呢條移動平均線2次先開始彈翻上去。但係咧今年4月嘅時候咧，就係 mark 咗個貿易戰個最低位，因為睇翻特朗普上場啦，1月啦，其實12月佢上場之前咧都好地地嘅，係由佢當選嗰刻嗰個星期啦，即係大概11月5號啦，開始爆升咗1、2、3、4、5、6啦，叫個半月啦，去到12月個頂嗰度。之後咧，其實仲有一個都可以叫做雙頂嘅1月20號呢個高位嘅。咁當其時比特幣係同而家差唔多價錢啦，108000蚊啦。
咁但係當佢入咗白宮啦，開始開會啦，開始實行佢嗰個貿易戰嗰個反制措施啦，因為佢見到貿易逆差太大啦，你哋就唔買我哋啲嘢，咁我哋就一路去輸入你哋嘅產品，咁美國就好蝕底喎。咁就開始咗貿易戰。開始咗貿易戰咧，其實個恐慌性都幾大嘅。我哋睇到喺我用埋個時間俾大家睇到，喺2025年1月20號跌到去24年嘅3月31號啦。其實係比特幣跌咗30%，10.8萬跌翻去7.5萬。喺呢段時間其實係冇升過，反彈都冇。呢度可以叫做係少少反彈咯。3月中嘅時候，嗰陣時佢應該又係講嗰啲唔知乜嘢啦，又話我已經差唔多完結㗎啦，都傾掂數㗎啦。嗰個歐洲又埋台傾啊，日本又妥協咗啊。但係其實佢全部都係吹水，係所有嘢都未塵埃落定嘅。咁去到4月，係咯，4月7號撈底。當其時，我記得咧，大家對呢啲關於關稅嘅新聞咧，都已經係無感㗎啦，即係好似有嗯，都係咁上下咯，都已經唔係咩新聞啦。即係嗰個叫做市場咧，就最唔中意呢個不確定性啊嘛。咁呢個不確定性都成為一個確定嘅嘢嘅時候咧，就變咗無感啦，係啦。咁就係啦。4月嗰陣時咧，就只有一針掂過落呢個50週移動平均線啫。咁之後就開始個價錢扶搖直上，一路去到呢個7月14號嘅歷史高12.4萬。咁呢度個升幅係幾多咧？12.4萬，14條巴，即係講緊14週啦，升咗60幾個% 嘅。好，咁我總結一次啦。喺2021年嘅時候咧，比特幣掂50週移動平均線，其實佢係要掂2次咧，先真正開始反彈。咁相隔嘅時間咧係四個星期。咁反彈嘅力度有幾大咧？係1.3倍，即係唔係1.3倍，係130%，即係由3萬蚊升到6萬幾蚊。然後到24年啦，24年呢一次4月到7月咧，呢個升幅咧，佢喺升之前咧，佢亦都係掂咗2次移動平均線。咁相隔都係4週4個星期啦。掂多一次移動平均線之後咧，雖然佢係個結算日咧係冇收市價低過呢條線嘅，咁但係都叫掂咗2次咧，咁就再升上去，就係升咗100%咯。100%之後又回調30%，去到25年4月。25年4月嘅時候咧，就冇掂2次啦，只係掂咗1次啫。掂咗1次之後就開始升翻上去啦。咁原因啱啱都同大家解釋咗啦，因為其實4月嗰陣時唔係咩咁重大嘅新聞去好影響個市場投資氣氛，所以可能嗰個復原能力就強少少咯。咁佢就用咗14週就升到去歷史新高，升咗63%。咁我哋計埋呢個，佢哋成日講過 diminishing return 啦，即係每一次嘅升幅咧都冇上一次咁澎湃啦。咁然後每一次升完之後嘅調整咧都冇咁慘淡嘅啫，相對，所以就冇乜所謂嘅。即係講緊我哋今次升咗上歷史高啦，其實個調整都係20%，就冇上一次30%咁慘淡啦。
咁但係相對我哋已經去到呢個位啦，已經係一個2.2T 嘅一個資產啦。咁佢下一次嘅升幅有冇咁澎湃咧？咁大家都係用一個揣測嘅角度去估算一下啦。如果上一次點樣移動平均線升63%，咁我哋可以拉拉60%、57、60%。如果計埋 Fib level 1.618嘅話咧，大概57%。咁個 target 位就係156500啊。咁然後我哋要 match 翻個時間，大概14週，係啦。咁就會 mark 咗喺2月9號呢一日。有冇機會咧？有冇機會個 cycle extend 到去出年2月咧？咁當然有唔同陣營有唔同嘅説法啦。有啲就話：哦，你政府停工停咗1個月，都已經阻咗1個月時間咯。咁你個 cycle 褪翻1個月出去都好合理啫。然後另一邊廂咧，亦都有話每一個 cycle 都係4年，每一次都係12月見頂。咁點解今次唔係咧？咁呢度有兩個説法啦。咁有第三個説法就係話呢個4年 cycle 咧已經唔再有效㗎啦，因為比特幣已經係經歷咗佢呢個 IPO moment 啊，即係好似新股上市咁。咁佢個比喻即係講緊比特幣喺美國紐交所嘅 ETF 嗰度上市啦，叫做已經係進入咗呢個主流傳統投資市場嘅一個產品啦，變成作為一個商品。咁所以嗰個4年一個週期已經唔會再咁明顯啦。咁然後又有一個陣營講話，其實你 S&P 都有4年一個 cycle 嘅喎。雖然個上落冇咁大，但係都可以好明顯咁睇到咧，同美國國債還債嗰個週期咧係好有關係嘅。咁呢個話題就更加長啦，可能之後有機會再開一條片，再深入去討論一下。好啊，都翻返嚟今日個主題啦，就係比特幣過完危險期，佢係咪就開始觸底反彈咧？係咪就唔會再回調，直到去呢一個週期嘅尾咧，就去到創新嘅歷史高，然後玩完咧？咁我而家最相信嘅路線圖咧，都係嘅。我唔覺得今次係需要多1個月去掂多一次呢條移動平均線個價錢先可以開始升上去。係啦，因為我哋利好消息係多過負面消息啦。而家呢一刻，大家市場充斥住一個憧憬，就係話政府復工，啲錢翻出市場，然後12月聯儲局減息，同埋完成呢個銀根收緊政策啦，開始 QE 啦，開始放翻錢出市場啦。然後仲有美國總統講過2000蚊，每人派2000蚊啦。暫時係呢啲利好消息，大家係會期待住咯。咁而家呢一刻都叫做超前部署㗎，都未係真正係好保守投資者會開始入翻市嘅時機嚟嘅。因為我哋再去4個鐘頭嘅圖嚟睇啦。如果最穩陣嘅做法嘅話咧，應該係要睇趨勢線咯，即係講緊10月呢個高位跌落嚟咁樣，
然後個低位咁樣，係啦。咁個趨勢點睇咧？其實好簡單，大家都識㗎啦。你今次呢個高位係咪高過之前個高位？今次呢個低位係咪低過之前個低位？如果係嘅話，其實佢就係一個向下嘅姿態嚟嘅。咁我哋睇到啦，呢一個高位，第二個高位，而家我哋仲未掂到個高位，所以正式嚟講，用一個最保守嘅睇法咧，我哋係未脫離呢個 downtrend，即係呢個向下呢個趨勢咧，我哋係誒未走翻出嚟。因為調翻轉喺之前升市嘅時候咧，呢個低位下一個低位係高過之前個低位好多，然後高位亦都高好多，然後下一個高位亦都高過之前個高位啦，下一個低位亦都高過之前個低位好多啦。咁所以我哋可以畫呢啲圖咧，呢個 wave 咧，咁就係1、2、3、4、5，係啦，五部曲咁升上去。但係而家我哋唔係喎，我哋而家係跌市，係一個跌勢嚟嘅喎。即係調翻轉升完之後跌，跌完之後再諗住再升翻上去，但係升唔翻之前呢一個高位11,500，所以呢個11,500都係一個非常之強勁嘅阻力位啦。因為之前亦都有一段時間係徘徊喺呢個位，係升唔穿，係跌翻落嚟嘅。咁咁係啦。咁我哋就要睇下呢一腳咧，穿唔穿到呢一條趨勢線啊？如果佢升得穿呢條趨勢線，即係我哋先頭講嗰個10,800啦，正正就係呢個10,800蚊呢個位啦。呢個第一個目標價啦。如果掂到呢個目標價，如果掂到呢個目標價嘅話咧，我哋就會係咁樣將個阻力位 set 咗呢度啦。咁就變咗希望咧係個路線圖咧係咁樣升咗嚟。咁第一次穿唔到啦，之後再試104、105呢啲位啦，就揾翻個支撐位啦，下一腳就可以升翻上去挑戰翻呢個110幾嘅。110幾如果係個市都仲未有咁有力嘅時候咧，希望咧呢個110到118咧又成為一個新嘅支撐點啦，之後再上咯。係啊，照呢個趨勢嚟講咧，其實都已經玩到12月㗎啦，即係11月希望可以見到個價錢重返118，係啦。但係短期嚟講咧，108睇下穿唔穿到，穿唔到咧，咁你就要睇支撐位104可唔可以支撐到，104支撐到再彈咧，下一個目標價咧就係112、135上下咯，甚至乎去到116咯。咁如果穿到116嘅話咧，咁就已經係可能係2個禮拜之後嘅事。咁到時再評估過咯。然後如果係用一個再樂觀啲嘅睇法咧，咁你當然可以話，哦，其實Elliott Wave 第5呢一下咧，可能係去翻呢度喎。如果佢真係可以呢一腳咧升穿呢一條趨勢線咧，咁對後市咧就可以樂觀好多啦。同埋你個 timing cycle 咧，亦都多咗時間去俾比特幣去做嗰個 price discovery 啦，即係過咗個歷史高之後，再去揾個頂出嚟啊，就唔係沉底啦，調翻轉就係揾個頂啦。好。
咁比特幣就差唔多講完咁多先，都已經差唔多成1個鐘頭啦。啲細幣都今日唔 focus 點睇啦。越泰幣啦，都係差唔多去翻0.618呢個水平啦，但係見到喺呢個箱底嗰度咧都未升穿到嘅，即係之前嗰個橫向區間。咁即係個阻力位大概喺3600蚊左右。咁如果你升得穿呢口價咧，咁我哋再評估啦。然後Solana 啦，Solana 就更加距離佢個歷史高更加遠啦。佢係甚至乎佢未去翻佢50%個價錢195嘅，咁佢就要再俾多啲時間啦。亦都係合理嘅，因為啲熱錢咧都會首先流入去最大兩隻嗰度先啦。雖然而家 Solana 都已經有佢 ETF，但係個 ETF provider 咧好似得兩三個，就唔似咁多呢啲基金公司有咁多隻。咁佢公司多，咁一定 sales 多，咁客都會多啲啦。所以咦，可唔可以撈到呢個？係啦，呢度1、2、3、4、5、6、7、8、9、10、11間越泰幣咧，越泰幣有9間，然後 Solana 咧，係啦，Solana、Bitwise 同埋 Grayscale 2間。雖然佢上咗市之後咧，我哋係未見過有出金嘅，一路都係入緊金嘅。不過個歷史時間都係短啦，都係得2個星期。總數入金係336個 million，但係相對一個500幾 million 幣值嘅 Solana，好似都未夠熱錢去抬高佢嘅價錢。咁我哋睇下真係大盤復甦嘅時候，Solana 嘅 ETF 可唔可以支撐到佢價錢啊？sorry 啦，都唔使講啦，條線一畫就已經係知道係一個 downtrend 啦，仲係扯得好離譜。然後呢啲迷因幣啊 ，meme coin 亦都係一樣啦，都睇唔到幾時有翻身之日啦。Trif 亦都係一樣啦，穿晒呢啲支撐線啦。Arrow 就反而好啲喎，因為開始佢掂咗個底3次，都係有反彈，同埋佢今次反彈咧已經係彈翻去差唔多跌之前嗰個價錢啦，亦都係去翻10月11號大清算之前嗰個區間啦，即係0.382同0.5中間呢個區間，所以呢隻係強好多。咁佢就係 base chain，即係Coinbase 嘅區塊鏈入面嘅 DEX 啦，去中心化交易所咯。然後Raydium 就係 Solana 下面嘅去中心化交易所咯。咁佢個造價都係睇到個 downtrend 都完全未可以克服到呢條 trend line，同直插又冇分別嘅其實。係，所以先講話其實細幣而家暫時都唔需要睇住。雖然你真係好 zoom in 咁睇咧，見到哇唔係喎，升得好勁喎，你呢個位入就係咯。Hyperliquid 亦都係一個呢一期相對做好嘅一個去中心化交易所啦，玩
槓桿合約交易啦。其實佢由上年年尾上市12蚊，跌到去4月嗰個貿易戰底嗰度9蚊，升翻上嚟。就算係嗰個10月11號大清算嗰日咧，都跌唔翻去呢啲低位。反而佢嘅支撐位係去到34蚊左右。然後佢呢個 trend line 就冇咁斜啦。你睇到呢個度數都係唔夠20%，但係先有睇嗰啲咧係斜角45度射落嚟。咁但係佢都有個負面消息咧，就係話11月開始有 token unlock 啦，即係佢哋啲早期投資者可以解鎖佢哋嗰啲幣嘅分貨，所以對短期11、12月嗰個沽售壓力都有一定程度喺度。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嘅話，可以去 CoinMarketCap 嗰度睇啦，有呢個 token unlock 呢個 session， 有 AI Virtual AI Agent Launchpad， 都相對其他細幣都叫做有啲力嘅。係咯，即係至少佢已經去翻呢一個跌勢嘅0.768咯。咁然後穩定幣佔有率啦、比特幣市場佔有率啦、以太幣市場佔有率啦，同埋細幣嘅佔有率對比比特幣啊，呢啲就留翻下一次先講。好，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啦。但喺中間嘅時候都花咗好長時間去分析比特幣嗰個脫離危險期同埋下一句會點發生。大概嗰度都講咗成20分鐘。咁但係我都因為呢件事實在太重要啦，所以都再總結多一次啦。咁而家個預測咧有兩種説法啦。第一種説法就係掂咗50週移動平均線，可能要掂多一次先真係開始反彈。咁呢件事咧係發生過喺2021年啦，同埋2024年嘅。咁但係當其時咧個負面新聞咧係影響市場更加多、更加大嘅。咁就變咗佢要過多1個月咧先消化到，之後先開始升。咁喺個圖上面咧就會見到掂咗2次。咁4月嘅時候咧掂咗1次。咁今次掂呢一次咧，我哋啱先走出嘅呢個位咧，我哋會唔會4個禮拜之後先又掂多次呢個移動平均線之後先再彈上去咧？咁個人覺得咧就未必需要嘅，因為個利好消息都支撐緊個市場氣氛。咁但係又唔可以抹殺佢嘅可能性咯。雖然就算掂多次，都唔會低過上一次嗰個低位㗎啦，只不過係將個 cycle 拖長咗咁解嘅啫。然後會去令到大家精神壓力大咗咁解嘅啫，就唔會睇到係低過之前嗰個低位咯，係嘛？係咯。24年第二次掂呢條平均線都係高過之前個低位嘅，然後21年嗰次咧都輕輕都高過嘅。咁再之前嗰啲咧就冇啦，冇乜數據啦。所以係咯，都係嗰句啦，大家唔使擔心咯。可以再觀察下啦。但係如果入唔入市，係咪又 all in 翻啊？又開槓桿啊？就我覺得而家可以再觀望一下先啦。但係會唔會期望一個更加低嘅低位再入市咧？就亦都唔需要去期望呢樣嘢住啦。因為大家喺上個禮拜都睇到咧，嗰個攻防戰喺99000到10萬蚊中間係幾激烈啦，見到幾有支撐力啦。咁
過咗上一個禮拜之後，今個禮拜都已經開始反彈翻大概7%，去到106K 106000蚊啦。咁就算過2個星期真係要再重試呢條平均線嘅話咧，亦都唔會預期佢會個價錢做低過呢個99000呢個價，除非突然間又有突如其來嘅新聞啦，或者係啲地緣政治啊，甚至乎係唔好講埋啲衰嘢，係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今次呢一腳咧應該可以升穿呢個108K 108000蚊嘅。咁當佢真係升穿咗，然後喺108至3條1之間窄幅上落嘅時候咧，咁我哋再去評估咯。好，咁就講咗咁多先，多謝大家收看。希望呢類型